党总统初选昨暝是民调封关进程最后一场的政见发表会，参选人各自的表现甲选情如何呢？朱立伦讲，伊有信心会当稳稳啊赢。周锡伟讲，因5个人的共识都是甲蔡总统诱落来。韩国瑜讲，伊会参加7月初7国民党反铁人公投的抗议。若过台明一透早，就去拜会国民党团。高立芬拜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郭台铭，先表示敬意。要做一个大破大立的总统，没有立法院的帮忙是不可能的，这第一个。所以今天来跟大家，首先呢做一鞠躬，要谢谢，那要两党各位。因为位真济比较起来，立委来无几个人。我觉得这个位置都没有坐满。我的主要任务我非常清楚，如果立法院不能过半数，我很多的东西都是空中楼阁。郭台铭为了要拼总统，画出6岁以下国家来市，若无够的开伊财产嘛无要紧，不过已经违反预算法。用我身家来去做，我的身家来做保证，要把这个立法通过。政见会中无讲清楚的，政见会后继续制作为定。那开这么大一张支票啊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到底做不做得到。我刚才已经讲到了，如果0到6岁是国家养，那是社会主义。5位总统参选人跟许多国民党跟社会上的人都一样，都有一个最大的共识，那个就是拉下蔡英文。就算无刀光剑影，也过党内互相的竞争对拍，嘛互支持者看甲会惊。